挑戰30日學識剪接。今日要學嘅係視覺漂移特效。首先拍咗條起跳嘅片，然後打開 CapCut， 將最開頭條片拉上去，打一個關鍵幀，將時間拉到去第一個起跳，準備落地嗰下先打一個關鍵幀，落地嗰下將條片拉低少少，關鍵幀就會自動打上。第二次起跳同樣做法，第三次跳右嘅話，同樣準備喺落地嗰下先打一個關鍵幀，今次到落地嗰下用手喐條片將佢打斜，咁關鍵幀都會同樣自動打上。第四次同樣做法，今次係跳左邊，同樣喺準備落地嗰下打一個關鍵幀，今次落地嗰下用手喐條片將佢打左斜。最後嗰次起跳同樣準備落地嗰下先打個關鍵幀，今次落地嗰下將條片拉到去原本咁就搞掂啦。